20年前，香港黑幫仲處於江湖之中，為咗爭奪利益，經常展開械鬥火拼。刀光劍影造就咗唔少叱咤風雲嘅江湖大佬同黑道霸王。正所謂多行不義必自斃，好多黑幫大佬唔係死喺仇家嘅亂刀之下，就係受到咗命運嘅懲罰，大多都冇好下場。但呢一類人往往並非黑幫高層。今日要講嘅係黑幫向氏家族嘅新義安。江湖有句老話，向氏天下林家打，意思係林氏、林景、林姓三兄弟掌握重兵，為新義安打下天下。有新義安 CEO 之稱嘅林景，多年前離世後，總管林剛就成為咗幫中最具實權嘅超級元老。佢嘅一舉一動都影響住新義安嘅形象。喺上世紀70至90年代，林剛等三兄弟統領幫眾，到處插旗爭地盤。屯門天下更係由林氏兄弟一手打返嚟，令新義安成為當時嘅最大幫派。林景作為大佬，係新義安創始人向前最信任嘅得力手下。不過佢為人比較低調，外界最熟悉嘅反而係佢嘅堂細佬林剛。傳說中林剛為咗救鄉華強，衝咗去澳門斬14K 教父崩牙駒。佢亦一手提拔咗大名鼎鼎嘅尖東霸王李泰龍。並且佢人脈甚廣，甚至同周星馳交情不淺。林剛原名林世俠，1955年出生於廣東。10幾歲嗰年，佢就跟住堂兄林景加入咗新義安。雖然當時嘅年紀細，但係林剛身材魁梧，又敢打敢拼，天生就係做黑社會嘅料。再加上佢嘅堂兄林景係幫派入面嘅開山元老，人人都要俾佢幾分薄面，所以林剛喺幫入面升級好快。冇過幾耐就成為咗幹部。70年代，林剛跟住啲兄弟一齊招兵買馬，喺香港到處擴張地盤。最有名嘅就係將成個屯門都佔咗，打出屯門清一色新義安嘅名號。巔峰時期，新義安門下甚至有20萬人，而林剛亦喺呢個過程中打出咗自己嘅江湖名號。向前嘅仔向華艷上位之後，帶領新義安逐漸轉型，以前打打殺殺嗰一套已經唔管用啦。幫派開始做生意，後嚟大哥林景隱退，林剛就接下咗新義安大總管嘅位，喺幫入面好有威望，幾乎係一人之下萬人之上。林剛亦好識時務，放低屠刀，着上西裝，搖身一變變咗精英人士。佢唔單止識用拳頭，做生意亦係一把好手。80年代，香港娛樂圈被黑幫操控，好多藝人被逼拍黑幫電影，甚至有啲藝人仲受到咗人身安全嘅威脅。劉嘉玲被綁架，李連杰經紀人被暗殺，都係嗰個年代發生㗎。林剛亦搞咗個電影公司，出品嘅《江湖最後一個大佬》就係周星馳同吳孟達演㗎。因為呢部電影，佢同周星馳仲有一段不解之緣。當時周星馳喺片場拍戲，結果遇到古惑仔上門收保護費，啱好嗰日林剛喺附近食飯，佢知道呢件事之後，即刻趕到現場幫周星馳出頭。對方一見係新義安嘅林剛嚟咗，嚇到人都傻咗，挨咗幾拳就垂頭喪氣咁走咗。據說周星馳後嚟加入咗向華強嘅永星，亦係林剛嘅引薦。不過林剛最有名嘅一次，仲係走到澳門去大戰崩牙駒。崩牙駒係14K 嘅大佬，喺澳門一手遮天，被稱作澳門教父。最風光嘅時候，權力甚至大過澳門總督，連警察局長嘅坐騎佢都敢揸。但係面對崩牙駒咁嘅江湖猛人，林剛亦完全唔虛。新義安同14K 嘅恩怨由來已久，當年亦係因為新義安同華人探長聯手，將香港嘅14K 一網打盡。從嗰陣以後，新義安就超越14K，逐漸成為香港最大嘅幫派。咁林剛同遠在澳門嘅崩牙駒又係點樣結怨嘅呢？眾所周知，澳門最賺錢嘅行業必然係博彩。當年澳門得一個賭牌，俾何生壟斷，其他人都唔可以獨立開賭場揾錢，只能通過跌馬業嚟分一杯羹。咁大一嚿肥肉，各路人馬可謂係搶到不可開交，掀起一陣腥風血雨。崩牙駒作為地頭蛇，當然唔肯相讓，而香港呢邊嘅新義安、和勝和等黑幫亦前往澳門準備一決高下。
睇住呢啲香港幫派來勢洶洶，北牙區亦冇坐以待斃，佢聯合澳門本地嘅其他幾家幫派，組成咗4聯公司，大家一齊對抗香港外來勢力。雙方明爭暗鬥，火藥味越嚟越重，衝突不斷升級。終於有一日，北牙區招人圍堵新義安嘅鄉家頭目，直接嚟個正面火拼。北牙區畢竟人勢眾多，新義安節節敗退。好彩呢個時候，林剛帶住援兵趕到。擒賊先擒王，林剛一手抄起一把刀，照住北牙區就斬。北牙區嚟唔切避，俾林剛連斬咗3刀。但係北牙區亦唔係好嘢㗎，佢早年就係靠住一雙拳頭打天下，又點會咁容易認輸呢？雙方繼續糾纏，死傷慘重，最後仲係何鴻燊出面，北牙區攞低咗疊馬拳，新義安撤返香港。雖然冇攞到疊馬拳，但係林剛3刀救主嘅故事一直喺江湖流傳。除咗喺澳門斬人，喺香港林剛亦有一段怒扇東方馬嘅傳說。東方馬嘅具體姓名不詳，只知道佢姓馬，家族曾經創辦咗《東方日報》，所以叫佢東方馬。而東方馬嘅父輩，據說就係黑幫福爾興嘅成員馬氏兄弟馬惜珍同馬惜如。當年馬氏兄弟係大名鼎鼎嘅毒梟跛豪嘅副手，曾經跟隨跛豪一齊販毒，並且喺70年代末因為毒品而被香港通緝，潛逃到咗台灣。黎姿嘅老公馬賢強就係馬氏兄弟嘅侄仔。馬氏兄弟人雖然走咗佬，但係報紙仲係由佢哋家族嚟繼承，繼續喺香港辦。據說當年東方馬為咗報紙銷量，就經常用新義安呢啲黑幫大佬做頭條，深挖佢哋嘅家族背景。後嚟挖到咗向懷炎嘅身上，引起咗向家嘅不滿。傳說林剛知道咗呢件事之後，二話不說就帶住人闖入咗東方馬嘅辦公室，直接刮咗佢幾巴掌。從此之後，報紙好少再報道新義安嘅事。另外，大名鼎鼎嘅尖東霸王李泰龍亦係林剛一手提拔噶。不過常在河邊走，邊度有得唔濕鞋噶？2011年，林剛去祭拜李泰龍嘅時候，俾臥底舉報，香港警方以涉黑罪名將佢逮捕。但由於呢幾年林剛積極轉型改造，參與咗好多社會活動，因此亦積累咗唔少人脈，甚至有議員同林剛寫求情信，講佢積極參與社會事務。結果法官不但不接受，反而講應該喺社會面前加個黑字。最後仲有同林剛一齊被舉報嘅兄弟都被判咗8到11個月不等。江湖還在，風光不再。近年嚟，新義安逐漸低調，有住一批潮汕籍財團嘅支持。新義安嘅高層人士亦開始轉型做正行。新義安大總管林剛亦唔例外。如今嘅林剛搖身一變，成為咗多家企業嘅總裁，同時擔任香港廣東汕尾市同鄉總會永久榮譽會長、汕頭海外聯誼會名譽會長、澳門友誼體育會永遠會長、海豐林桂峰家族聯誼會會長等職務。呢啲只不過係一啲換湯唔換藥嘅障眼法。香港黑幫電影入面有句台詞：一入黑社會，呢一世都係黑社會。年過6旬嘅林剛依然洗唔甩黑社會呢3個字，即使喺人前顯貴，人後亦要控制住社團。有一次，佢喺出席社團宴會嗰陣，舉杯向賓客敬酒嘅時候講：屯門老新嘅兄弟飲勝，就係因為呢句話入邊提到老新2個字，俾警方臥底記錄在案，因此被判坐監3個月。老新係黑社會對新義安嘅叫法，自稱係老新，等同於自稱黑社會。控方律師聲稱，如果林剛當時講屯門新鴻基嘅兄弟飲勝，咁就唔會有問題。呢件事之後，林剛越發低調，以前中意大擺壽宴嘅佢，亦改成只喺酒樓仔設宴。佢仲喺請帖上寫祖國榮昌永太平，表達自己嘅愛國之心。除此之外，請帖上仲有一句話係：一輩新人見功名。曾經後生嘅時候，為咗功名，佢哋紛爭不斷，豁出性命。如今到咗晚年，反而尋求低調安穩。畢竟睇以前嗰啲黑道大佬，雖然風光，但冇幾個可以善終。林剛嘅得意門生李泰龍就係喺香格里拉酒店門前俾仇家亂刀斬死，而林剛依家仲可以擺壽宴，或者已經係最好嘅結果。